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0日，马太福音5章9节安尼讲：互人好命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成做互人好命的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然圣洁、全然公义、全然怜悯、全然疼痛的至悬至疼上帝。主啊，你也是欢喜阮甲你有好好的关系的和平上帝。你藉着主耶稣基督，互阮通甲你和好，也好着阮成做和平的使者，将你的疼甲和睦带予人群。主啊，愿渴望成做互人和平的人，总是阮内心犹原有济济的歹，求你除去阮心中一切的苦毒、愤怒、论断甲骄傲，赐阮温柔谦卑的心，互阮会通去了解甲包容人，互人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阮要受称做上帝你的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